快走！你先跑，不用管我们，我去拖住他，永远不要再回来！跑啊！怎么走到了这里？不要！孙少，真的要在这里吗？野外不刺激吗？平时屁都放不出来一个的哑巴，还学会偷看了。原路返回吧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前面是哀叹山，有山魈，会食人。山魈，食人？谢子，你小说看多了吧？就是，咱们出来这一趟本来就是爬山露营的，现在就回去，那不是白来了？乡巴佬就是事儿多，连鬼故事都信呢。切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些封建迷信，真是个土包子。孙天丽，你说话客气点，谢慈安毕竟是来给我们当向导的。我的赵小姐啊，要不是看她从小在山里长大，能勉强给我们带带路，你觉得就她这种身份，能来参加我们这么高端的户外活动吗？让她当向导是她的荣幸。你过分了，你要是把她气走，我们都会在山里迷路的。你还想不想玩了？她赶走一个试试。我爸是校董，除非他奖学金不想要了。谢慈安，你现在赶走，我立马让我爸取消掉你的奖学金。就是，谢慈安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今天敢破坏了孙少的雅兴，我们绝对让你在学校混不下去。还拿山魈来吓唬我们？哎！什么狗屁山魈啊！有本事让他现在出来，怕不是一见到本少就得跪下叫爷爷。这一阵风而已，大惊小怪。这哀叹山我们今天进定了，别忘了谢慈安，你是孤儿，可就靠着那点奖学金挣学费。如果我让我爸取消掉你的奖学金，你觉得你还能继续念书吗？哼！王八蛋我！哀叹山突发山体滑坡，南边入口山路堵塞，疏通需2天时间，请各位游客、村民注意，如需出山，请从北边出口。这山塌的可真是时候，我们正好准备待2天。谢灿，你这下是想走都走不掉了。看来只能翻过这座山，到北边去了。哎，这是对的。真的识相。走。等一等，休息一下。什么破地儿啊，都没信号。好漂亮的蝴蝶！别动，是蛇。什么？真的是蛇，我还以为是蝴蝶呢，吓死我了。化骨蝶蛇，剧毒，1毫克的毒液就能要你的命。他怎么懂这么多？难道刚才他说的山魈也是真的？不就是杀了一条小蛇吗？看把他嘚瑟的，我上我也行。行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今天晚上之前必须抵达哀叹山腹地。哎，别怕，森林里死点畜生不是很正常吗？那边还有。
越来越接近山魈的领地了。你能不能别提你那个狗屁山魈？都是些食物链底端的小畜生，被捕食不是很正常？不是捕食，是虐杀，符合山魈虐杀取乐的习性。山魈只吃人。切，装神弄鬼，死了几只畜生而已，又不是人死了，怕个屁！走吧。孙少，我们在这玩会儿吧。好热啊，人家身上都是汗。好啊，那咱们来个鸳鸯戏水啊！搭帐篷，好。最好别下去。谢慈安，能不能别多事儿啊？你不会想说这山魈就在水里吧？这里水流清澈，却没有其他任何动物的粪便，大概率是山魈的独占水源。你们污染了他们的水源，很可能把山魈引来。我们就玩，你有本事现在就叫山魈出来把我们吃了呀！谢慈安，当好你的向导，别多事儿，滚开！好凉快，文文，你不下来吗？文文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有病。你们先玩吧。哎，村上，来吧，宝贝。西慈安，你不用这么紧张的，这不也没事儿吗？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涂一下防晒乳，这样我就不下水了，在这山里面晒晒日光浴也不错。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要磨到。手法不错嘛，是不是平时帮很多女孩子磨过？没有。没想到我们平日里高冷的谢慈安也会害羞啊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赶紧帮我涂吧。哎，终于到了！哇，好美的满月！手电都用不着了。幸亏没提谢慈安的，要不然去哪儿看这么美的风景啊？月圆之夜。真的热死了！哎，给我一个。带这个。等会儿你吃完我这个。这也没听他的，给你。你怎么了？月圆之夜，山魈凶性大发，更加饥饿嗜血，得提早做点准备，不然我们都活不过今晚。你认真的？
赵小姐，我们那个乡巴佬同学又在干什么呢？他说月圆之夜山魈一定会出现，所以在提前做准备。你们还真别说，我倒还真想见识见识这个食人山魈，要真有，弄死整个野味儿，岂不美哉？我看行。我再去看看。你在干嘛？山魈怕浓烟和强光，潮湿的枝叶点着能产生浓烟，逼退山魈。那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你回去警告他们，山魈听力敏锐，让他们安静点，别把山魈惹祸。谢谢。好。干杯！我不是告诉过你们要安静点吗？他们说山里太安静了，瘆得慌，所以我们想热闹一点，有点氛围。真是个事儿逼，啥都要管，我还想来一发呢，你要管啊？滚一边去，别扰了本少的雅兴，狗屁山魈，吃屎去！来了。野兔而已，大惊小怪的。不对，我已经闻到那股味儿了。那刚才的声音是风声吧？山里都这样。瞧瞧，这山里的穷小子就是胆小，难怪成不了大器。我看这谢慈安就是在学校无人在意，在孙少面前呢又自卑得很，所以故意说谎，找找存在感喽。对啊，就他这种废物说话，有人听吗？也只有文文这种没脑子的大小姐才会信谢慈安的鬼话。就是，行了，别管他，我们合个影。谢慈安说的山魈在哪儿呢？出来和我们合个影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啊。我看行。这是。在上面。风大，吹断点树枝，看把你们吓！树枝。孙少，都怪谢慈安，一直说有什么山魈，害我们担惊受怕。谢慈安，你不是说有山魈吗？在哪儿呢？就在附近，只是他现在没有对我们出手，或许他只是存在着逗弄猎物的心理罢了。危言耸听，这个乡巴佬的话，我半句都不会信。唉，谢慈安，你要是再敢整幺蛾子，害我们玩不尽兴，跟你没完！我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提醒你们，出了什么事，别后悔。赵大小姐，哪有什么山魈？别信那穷小子的。对啊，文文，谢慈安就没安好心，故意找借口接近你。什么味儿啊？这么臭！又臭又腥。齐炫，你吃什么东西了？哎，孙少，我可没放屁啊！你怎么也一惊一乍的？血，这上面都是血！
孙少，你手上有血！这么晦气！山魈有在高处留存食物的习惯，这树枝很有可能挂存过人的残尸。你给我闭嘴！山魈，我看你才是那个害人玩意儿！有你在，准备好事！看什么看？弄走啊！可是，那树枝上怎么会无缘无故有这么多血？山魈就在附近，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树上死几只鸟，有点血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是，那谢慈安说的，山魈杀人不眨眼，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来把我们吃了？弄点树枝过来干嘛？吓唬人啊！行了，我们继续玩。今晚咱们最好轮流守夜。要守你自己守，关我们屁事！后半夜危险，我守后半夜。别管他们，咱们继续玩。来，继续玩。来，你们玩吧，我有点累了。哎，别管他们，我们自己玩啊！来，我们自己玩。好。无聊。哎，孙少，要不咱们找点乐子？什么乐子？我早就看谢慈安那装货不顺眼了，不如，我们就让梦梦去他帐篷里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梦梦，不是让你去现身，你想啊，去帐篷里勾引他，他一上钩，我们就去阻止他，然后好好羞辱他一番，这样不好玩吗？嗯。你在干什么？谢慈安，平时没发觉，现在看你还挺帅的，身材也好。出去。谢慈安，平时看你在学校里，也没谈一个女朋友，不会还是处男吧？要不要和我试试？谢慈安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连女人都打！你敢打我女朋友，我……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文文，这个谢慈安就是个衣冠禽兽，强行拉我进帐篷不说，还打我。行了，梦梦，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全部都听到了。帐篷能有多隔音？我知道你们想耍谢慈安，但是他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，所以才提醒我们注意防范的。你们这么做有意思吗？狗屁安全啊！他一口一个山魈，害得我们都没兴趣玩了。我们就看他不爽，怎么了？我不管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你必须给梦梦道歉，不然的话，我……安静！你他妈的，快闪开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呀！救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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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救我！秦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东西拖走秦轩的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我也没看清。难道真的有山魈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救人，得救人！对，打电话，快打救援电话！没信号啊！不可能有什么山魈的，肯定是别的什么东西。齐轩一定还活着，一定有别的办法的。谢慈安，你不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我说过，是山魈。按正常情况，秦轩已经没救了。你胡说！我们还是不要就送死了。谢慈安，秦轩是跟我们一起进来的，
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们一起去找找他，好不好？秦轩只是个开始，我们自身都难保。但秦轩被拖走的方向是通往北出口，不管怎么样，想活命，我们都要往那边去。妈的，都是什么事啊！我警告过你们，往北出口赶吧，同时看看能不能找到秦轩，带上必需品，其他的全部丢掉，立刻出发。怎么样？这里有拖拽的痕迹，证明我们的方向没错。那就好，这一路上都没看见血迹，秦轩一定还活着。这不是好事。按山魈的作风，猎物到嘴的一瞬间，就会开始啃食。现在看这情况，很反常。你哪只眼睛看见山魈了？都是你这个乌鸦嘴，你害了秦轩。梦梦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警告的还不够吗？继续走吧。我们还是先下山吧，找救援队救秦轩。我们毕竟只是学生。这就是去北出口唯一的路。最好别耍我。秦轩就在附近，这边。秦轩，他果然没事。秦轩，你秦轩，这死了！秦轩，喉骨碎了，尸体还有余温，才死不久。谢慈安，你告诉我，秦轩怎么死的？你他妈是不是又想说是山魈干的？你不是山魈吃人吗？你看啊，这是被吃的样子吗？这确实和山魈的习性不符，但拖走秦轩的一定就是山魈。现在人都死了，不想办法怎么出去，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。你是想看我们全死了才甘心是吧？我们得赶紧出去，我们得出去找人把他给抬走，不能让他不识黄语。可是，到底是什么杀了齐轩啊？会不会是杀人犯？我听说很多潜逃的杀人犯特别喜欢藏匿在大山里面。对，有可能是杀人犯。杀人犯长期生活在野外，跟野人没什么区别，速度快，他也正常。杀人犯也是人，我们人多，我们肯定能逃出去的。对，赶快走吧。按照距离推算，这里应该就是山魈的老巢了。不好，山魈是要把所有人引到这里。没事吧？刚才那个就是拖走齐轩的东西吗？速度太快了，大白天的看不清了。谢慈安，你刚才说山魈是故意把我们引到这儿的，为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但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原因。10几年过去了，哀泰山的山魈一定有着某种变化。你别他妈废话，赶紧走！秦轩不见了！虽然还会跑吗？一定是刚才那个东西拖走了齐轩。山魈食人，新鲜的尸体他是不会放过的。放屁！那些杀人犯穷凶极恶，在野外没吃的发起狠来，吃个人又算什么？反正不可能有什么山魈。
山兄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10年过去了，终于让我再次见到你了。跑了。谢子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不应该来哀叹山的。别吃我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孙少，孙少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，别吃我！孙少，是我们，山魈已经走了。原来真的有山魈，原来真的有山魈！谢子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没说过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快跑！现在山魈似乎变得更聪明了。我们想要活命，就只有一条路可走：杀死他。什么？你让我们去对付刚才那个怪物？谢子，你疯了！你不知道那怪物有多恐怖，人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不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谢子，我不管，你是向导，你必须带我们出去，不然怎样？让我无书可读？谢子安说的有道理。赵文文，你也疯了！现在哀叹山唯一的出路在北出口，你们知道哀叹山有多大吗？在完全走对路的情况下，至少要2天的时间。山魈你们也看见了，他那种怪物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离开吗？只有跟山魈正面对抗，我们才能有一丝生机。你自己想死，别拿我们当炮灰！你们随意，我自有血海深仇要报。孙少，要是谢子安真的走了，我们肯定会迷路的。如果在山里遇到山魈的话，叫什么叫？狗东西！等我出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味道很浓，山魈在附近。你个不要命的东西！你竟然在追山魈！你真以为你能杀死他？你真的以为你是超人吗？你是想直接被生吃活剥，还是搏一条活路？你准备吧。我们不会真的要杀山魈吧？拿着。山魈来的时候，你们点燃这些树枝树叶。听明白了吗？找机会射山魈的眼睛，记住，距离一定要合适。明白。点火！让他吃鲜血！快点火！该死，往后退！前面是悬崖，没路了。
信我！爸妈，谢家世代为首山人，这把斩剑，慈安一直随身携带，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对不起，慈安没有听你们的话，我还是回来了。一把刀，靠他就想杀山魈，你还不如直接去死！爸妈，当初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谢慈安，这一次我想试一试。谢慈安，疯子！疯子！疯子！这才死了，他死了，接下来就该我们了。这三都是你害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挑衅我！爸妈，谢家世代为首山人，这把斩剑，慈安一直随身携带，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为你们报仇雪恨。对不起，慈安没有听你们的话，我还是回来了。一把刀，靠他就想杀山魈，你还不如直接去死！爸妈，当初我没有能力保护你们，谢慈安，这一次我想试一试。谢慈安，疯子！疯子！疯子！这才死了，他死了，接下来就该我们了。这三都是你害的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谢慈安，你没死！他真把山魈杀了！谢慈安竟然这么厉害！你没事吧？都是山魈的血。我还以为你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谢三，谢三，山魈是不是真的被你弄死了？那我们是不是没事了？我们活下来了。我没杀掉山魈。什么？我重伤了山魈，他速度很快，他要逃，我追不上。
那你也很了不起。我们都以为你跟那个秦轩一样被山魈给吃掉，但是你却能重伤那么可怕的怪物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山魈还会来吗？哀叹山的山魈恢复能力极强，受伤就会凶性大发，拼命追杀猎物，至死方休。那我们，安哥，求你以后你就是我大哥。之前我不相信你，还挖苦嘲讽你，都是我不对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安哥。安哥深藏不露，是世外高人，还望安哥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能原谅我们。对，安哥，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你这么厉害，只有你才能带我们出去了。安哥，我们是同学，你会保护好我的，对吗？走吧，尽量往北出口赶，后面的情况咱们只能随机应变了。安哥，只要你能带我们逃出升天，等回去以后你随便开价，我这人最懂知恩图报，多少钱都不在话下。呸！对你说两句好话，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，敢骑到本少爷头上，等出去了有你好果子吃。就是，要不是现在要靠他活命，一个乡巴佬怎么也配让我们低头？装什么装啊！这谢慈安还是人吗？一点不累。旺旺，文文，我不行了，太累了，先喝点水。我实在是走不动了，我不行了。女人就是麻烦，再不走，山魈可就来了。你少说两句吧。安哥，喝水。安哥，你看现在这情况，我也有点累了，咱能歇会儿吗？山魈受了重伤，应该不会这么快追来，那就在这里休息吧。要都体力耗尽的话，就真的只能等死了。哎，好嘞，安哥，都听到了吗？安哥让休息，还不快谢谢安哥？谢谢安哥。嘿嘿，这儿，走吧。喝点水吧。谢慈安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我在学校的事情啊？你会不会也觉得我是个坏女人？是吗？我爸间接害死了我妈，所以我一直都很叛逆，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可能是出于愧疚吧，我的要求他基本上都能满足。但是学校里的人说，我仗着千金大小姐的身份可以胡作非为，说我的私生活很混乱。但是我说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男人睡过，你信吗？我信不信很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其实最后，如果我们没有走出去也没关系，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就是死状惨了点儿。休息吧。
刘渊，等赵文睡着以后，你去勾引谢慈安，收走他女朋友。孙少，我可是你女朋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无名要紧。谢慈安不是说过要保护我们吗？你没看到吗？谢慈安和赵文文早就眉来眼去了。到时候山魈来了，他肯定只会管赵文文一个人，说不定还会把我们扔出去，拖延时间。就要勾引他，跟他发生点什么，这样才保险。你让我去跟一个土包子，我不要。你不去，孙少，人家只喜欢你。他别跟我来这套，你自己什么货色，心里没点数？跟谁睡不是睡？孙少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孙少，我这就去。给我认真点，听懂没？我知道了，可是之前默默已经试过了。这次不一样，又不是捉弄他，而且你那点骚劲儿，苏沫能比得上？你不是最会勾引男人吗？这些手段还要我教你？谢慈安，有事？我突然感觉好冷，我好像发烧了，我真的好难受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谢慈安，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只傻于孙天丽。你也知道孙天丽是什么身份，我巴不得他死在这里。你不是跟他也有仇吗？我们一起让他被山魈吃掉，好不好？现在在大山里面，面对吃人的怪物，什么金钱、身份、地位都是狗屁。他孙天丽又跟一坨狗屎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一起让他死在这里，好不好？你说话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了？这是？他疯了。这种情况下压力大很正常，你振作一点，现在不是没事吗？山魈来了！山魈来了！救救我！闭嘴！不是山魈。你怎么了？血，哪儿都是血，都是血，都是血。默默，你只是来例假了，没事儿。妈的，有病是吧？人的血的味道会刺激到山魈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别动！安哥，你这么厉害，山魈受了重伤，这次你一定能弄死他。山魈很聪明，他前面吃了亏，这次绝对不会和我们正面碰撞。对，底子呀，我们在明，这哀叹山又是他的主场，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只会很被动。是呀。走吧。走，快。安哥，看到了吗？翻过前面那个山头，就到北出口了。慈安，你怎么了？一路走来都无事发生，这不符合山魈睚眦必报的习性，我怕会有问题。这不是好事吗？说不定山魈已经怕了我们了，放我们走了。继续走吧。怎么不走了？不对，有什么不对？快走啊！我们都要出去了。
这个时候山体滑坡，山里又没下雨，怎么会这样？沈萧干的，他果然不会这么放我们离开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找其他的路吗？哀叹山是无人的荒山，有一条路一是难得，若是随便乱闯，别说是山魈出手，我们都会困死在这山里。那我们只能原路返回。什么？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，让我们原路返回？可现在也没办法，现在已经过了2天时间了，南出口的路应该通了。哎呀，这什么破地方，怎么还是没信号？走吧。那边有条路，说不定是近路。可是那条路我们都不熟，哎呀，还是再不想想办法，光走路我们都要累死了。子安，没有山魈的气息，但……哎呀，那就走啊，肯定不会有事儿的，肯定。走吧。这不是齐轩被吃掉的地方吗？这边是绝路，后面是悬崖，我们原路返回也不应该在这儿啊！谢子安，你就是故意带我们来到这里的，你就是不想让我们活着出去。孙天烈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这条路不是你非要走的吗？那他为什么不拦着？他不是向导吗？怎么关键时刻不起作用？你不可理喻！山魈费尽心思让我们回到这里，这里到底有什么？山魈是谢三伤的，关我什么事？要报仇，也是找谢三报。我认识路了，我要自己走。此人是为了保护我们。放屁！他势利啊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他就是在报复我们以前欺负过他，他就是想我们死。刘渊，你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你想死？好，好，你给我等着。苏梦，你跟我走。让谢慈恩当诱饵，我们一定能活着逃出去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等出去后，你就是我的新女朋友。最后提醒你们一句，单独行动只会更危险。放屁！山魈只会找你，不会找我们。妈妈，孙少，我们这条路真的能走出去吗？肯定能，就这条路，错不了。他们应该去找谢三报仇吗？怎么会？孙少你！苏梦，我带上你这个拖油瓶，就是现在用的。出事了！是梦梦的声音。山魈在那边，苏梦被山魈吃了。阿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得救我呀！是你害死了梦梦，你这个白痴，蠢货！我也没想到山魈会突然出现，而且是苏梦他自己找死，我让他跑，他都不会动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安静。这次真的完了。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完了，这仨也死了。
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现在山魈死了，我们获救了。不一定。慈安，这只山魈和当年伤害我父母那只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气味不同，这一只看起来似乎更年轻。难道？而且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，还不能掉以轻心。我明白。你就是山魈啊！弄死你！你不是吃人吗？起来吃我呀！啊！敢吓我，弄死你！这怎么回事？救我！救我！孙少，好像没事。什么？神经还没有完全坏死，失调反应而已。谢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不起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山魈已经死了，别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。孙天烈，你……我还活着，我还是那个富家少，而你只是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臭乡巴佬。就是，谢慈安就算再厉害又怎么样？出了大山，回到社会，看的还是地位，是金钱。你给孙少提鞋都不配。孙天烈、柳原、慈安他费了九死一生才杀掉山魈，救了我们所有人一命。你们现在开始落井下石了。孙天烈，你别忘了，你当时是怎么求慈安的？我求了吗？啊，我怎么不记得？明明是我跟孙少命大，和谢慈安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白眼狼！亏慈安救你们一命，一口一个慈安，你恶不恶心？看来学校那些谣言都是真的，只要是个男人，你都能上。孙天烈，你……怎么？你想打我？来啊，动手啊！啊！现在山魈已经死了，我马上就要下山了。你打孙少，你这辈子都完了。听到了吗？我就是拍二郎又怎么样？我之前求你只是为了保命，你还真想当我大哥啊？你疯了！你他妈！你想干什么，谢慈？你想杀孙少？你想变成杀人犯？别以为万事大吉了，这哀坦山不止一只山魈。放屁！山魈已经死了。你这么说，无非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你我们活不了。你就是想把我们所有人的命都握在手里。我告诉你，做梦！孙少，谢慈安就是没安好心，当初要我接近他，他还说要弄死你。你看他还威胁我。放心，我下山就让他完蛋。忘恩负义，倒打一耙，你们迟早遭报应。这怎么回事？救我！救我！孙少，好像没事。什么？神经还没有完全坏死，失调反应而已。谢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看不起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山魈已经死了，别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救世主。孙天烈，你……我还活着，我还是那个富家少，而你只是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臭乡巴佬。就是，谢慈安就算再厉害又怎么样？出了大山，回到社会，看的还是地位，是金钱。你给孙少提鞋都不配。孙天烈、柳原、慈安他费了九死一生才杀掉山魈，救了我们所有人一命。你们现在开始落井下石了。孙天烈，你别忘了，你当时是怎么求慈安的？我求了吗？啊，我怎么不记得？
明明是我跟孙少命大，和谢慈安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白眼狼！亏慈安救你们一命，一口一个慈安，你恶不恶心？看来学校那些谣言都是真的，只要是个男人，你都能上。孙天烈，你……这边也是空的。我记得这山里面明明有很多东西啊，难道这山里还有其他人？孙少，谢慈安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还有山魈？闭嘴！都说了，那是谢慈安编出来，想忽悠我们继续给他当狗的，怎么可能还有山魈？也是啊。看来想走不会那么容易。谢慈安，都怪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叫我们把东西全都丢出去，我们至于挨饿吗？白痴！紧急通报：哀叹山南出入口再次突发山体塌方，本次塌方原因不明，恢复通行需要3天时间，请各位游客和村民注意安全，如需出山，请前往北出口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妈的，北出口，路都被堵死了！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孙少，还是没有信号。现在没有吃的，3天我们就要饿死了，怎么办啊？你他妈只会问我，你就不会想想办法吗？慈安，看来我猜想的是正确的，有东西不想让我离开。慈安，不管今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你饿吗？有一点，但是水不多了，食物也完全没有了。吃喝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只是……谢慈安，你别吹牛了，现在被困在这个鬼地方，你也只能挨饿。你真以为你是神仙啊？你跟着我，等下帮我拿点东西。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孙少，你不是说要跟着谢慈安吗？说你蠢真不是冤枉你，现在谁也下不了山，还跟着干什么？谢慈安的狗东西饿极了，说不定能把我俩当食物。我都没想到这一点，说不定谢慈安真能干出这种事情。看他俩那样，说不定就是想把我们引过去。孙少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看，我们还没上钩，谢慈安只能灰溜溜回来了。等下记得离他们远点。啊，他们这是去打猎了。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多大点出息啊，烤野兔而已。平时这种垃圾东西我都不会看一眼。哎，柳岩，你干什么？孙少，我实在饿得不行了，他们打了足足2只野兔，肯定吃不完，过去找他们要点，他们会给的吧？不行。孙少，你之前不是还让我主动去勾引谢慈安的吗？这次情况不一样，现在山魈都已经死了，我们比谢慈安高贵多了。你难道
又想去求那个乡巴佬。可是，哎呀，他谢才能打到猎物，凭什么我不行？不就是点野味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走。别动，千万别动！嘿！妈的，不是叫你别动吗？孙少，我没动啊。孙少，我之前看过这种荒野求生的视频，抓这种野兔子需要设置陷阱。我他妈是有钱人，首富的儿子，你让我去做那些乡巴佬的东西？孙少，对不起。你会？我不会。那你说个屁呀！走。孙少，你等等我！孙少，这树这么大，肯定有鸟窝。抓几只鸟，或者鸟蛋也行。蹲下！啊！我叫你蹲下！趴好。孙少，你没事吧？孙少，怎么了？孙少，快起来！你上去！我？你打算什么都不干，等着吃白屎？上去！孙少，我实在饿得没有力气了，我爬不上去。废！算了，换个地方。哎，前面有条河，去抓点鱼。哎，孙少，等等我！这么多鱼，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孙少，我看见网上说捉鱼都是弄一根尖树枝什么的。那网上说的要真有用，我们还至于饿肚子吗？不用这么麻烦，这么多鱼，我随便抓。鱼呢？刚才这么多鱼，我怎么一条也抓不到？鱼都跑了！你都跟我去是吧？一条鱼也不给我面子。等老子出去，我把整座山都他妈烧了！死畜生，还敢看我笑话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要把你们全部弄死！孙少，刚刚那个叫声哪有什么声音啊？你听错了。可是……闭嘴！你要是再敢说山魈，等我下山，别想我娶你。孙少，确实是我听错了。孙少，这天色也快黑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要你说，我不知道吗？一个是他，一个是我朋友，猜最后是谁？孙少，算下来，我们已经整整2天没吃过饭了，我们不会饿死在这儿吧？一个是我朋友，去问问他们吧。闭嘴！文文、谢慈安，求你们！喂，你们烤的兔肉呢？给我们吃点。
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你，孙少，好，谢慈安，谢大高手，求你分我们一点兔肉。不好意思，吃完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是猪吗？整整2只兔子，你们都吃完了？没办法呀，太香了，一点没剩。我们不是同学吗？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们竟然一点也不剩！你们还是人吗？记着你们说过的话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慈安他再也没有义务帮助你们2个白眼狼。你在耍我？那是因为你活该，滚开！不要再打扰我们休息了。好，谢慈安，赵文文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孙少，哪有他们吃剩的骨头？你想让我像狗一样去啃他们不要的骨头？我受不了了！贱人，你想独吞？给我留点儿！别抢了，那边还有。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吃饱了？孙少，我缓过来点儿了。这是拿着。弄死谢慈安！什么？小的人！孙少，这是杀人！怕什么？他敢这么侮辱我，出去后我也得让他消失。我可是首富的儿子，让一个没爹没娘的穷鬼消失，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现在这荒山野岭，死个人神不知鬼不觉。刘渊，难道你就甘心被这样羞辱？谢慈安在学校只配被我们踩在脚下，没想到现在翻身竟然骑到我头上，那不就得了？而且我想弄死他，可不是单纯为了泄愤，我没那么没脑子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手里那把刀，他就是靠那把刀杀死了山魈。如果我们能弄到手，有危险也不怕了。圆圆，我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是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。等出去之后，我们可就不是普通情侣关系了。这个谜能让我们永远都不会再分开。太好了，孙少。孙少，你是想让我动手吗？我不是在害怕，我只是担心出差错，破坏了孙少的计划。谢慈安当然由我亲手解决，我要你去做掉他。赵文文，赵文文和谢慈安早就穿上了一条裤子，如果只做掉谢慈安，赵文文出去后肯定会揭发我们。赵家虽然比我家差点，但也不弱，可没那么好对付，所以他也不能留。可赵文文是我的好闺蜜啊。刘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赵文文在学校的那些谣言，可都是你散播的吧？你虽然号称校花，可所有人都清楚，赵文文比你漂亮，而且还是富家千金。你呢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而且还是小地方来的，她处处都压着你，你在她身边还校花，我看是个笑话。现在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你那么嫉妒他，恨他恨得要死，到时候他死了，咱俩再一结婚，你就是首富家的少夫人，还有谁能比得过你？哼，
孙少，我都听你的。孙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你不是小地方来的吗？家鱼总杀过吧？对着脖子下手，准没错。我们同时动手，不要给他们反应的机会。狗东西，去死吧！是啊，你干什么？贱人，你给我去死！去死！子安，你没事吧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们恩将仇报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想取我们的性命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别过来！我可是首富儿子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还是对你们太过仁慈了。你不能杀我！我不会杀你，但有时候活着比死了痛苦万倍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，如果不是慈安的话，我都成了你的刀下亡魂了。你说不是故意的？我之前以为你只是形势所迫，所以才不得不委身于孙天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。你别说了，我不会管你的。不要！好臭！山魈！你才是杀死我父母的那只山魈！子安，这只山魈看起来明显更大更难对付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山魈走了，气味消失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？山魈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还有？子安，这只山魈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杀死的那只山魈，应该就是他的幼崽，还没有完全成年。而刚才那只，力量更强，更暴力。我最熟悉的就是它，它就是哀叹山真正的主人，山魈王。山魈王，孙少，还有山魈，我们是不是活不了了？该怎么办啊，孙少？安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安哥，我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会保护我的，对吧？都是柳岩这个贱货，是他指使我的。我本来就打算对安哥言听计从的，是他说不想让你骑到我们头上。只要你能解决山魈，我孙天力发誓，我回去一定。滚！走吧。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山魈活活吃掉吗？你们这么恶毒！我们恶毒？你们自己想想你们做过的那些事儿。我最后再送给你们一句：自作孽不可活。走吧。快跟上！柳岩，你几个意思？你不想管我了？现在这局面，就算你把头磕烂，
谢三和赵文文都不会多看你一眼，跟着我还少有点活路。谢三和赵文文这2个没人性的玩意儿，说不定还会把你丢去为什么山魈王拖延时间都有可能。孙少，我不是要丢下你的，我只是有点着急。走。人呢？他们走太快。废物！要不是你拖拖拉拉的，至于跟丢吗？那边有脚印，他们可能往那边走了，快跟上！等下山魈王来了就麻烦了。子安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山魈王把我们困在山中，又不出面和我们正面对决，肯定是有所图谋。找哀叹山的新出口又不现实，破局之法只能从山魈王身上去找。我们主动去找山魈王？山魈王比先前那只普通山魈要强得多，你害怕吗？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不怕。我也不一定能顾得上你。那我也不怕，反正自从我们踏入这片禁区的这一刻开始，就已经九死一生的了。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现在已经被山魈消化了吧？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话是这样说的，可要再等面对山魈王的时候，我说不定又直接劈滚尿流了。谢子安，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。等我们走出去之后，再回到学校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然后和家里人搞好关系，还有就是好好的谈一场恋爱，顺其自然的结婚生子。子安，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谢子安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我其实很想帮忙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没用。没事。是被利爪破坏的，有山魈王的气息。山魈王干的？为什么？看来他是不想让我们走这条路。他想引我们去哪儿？不直接现身，是因为忌惮你的实力吗？不好说。看来我们现在只能将计就计，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走这条路。反正我们也要找到他。他们到底往哪边走了？这个地方我们好像没来过，会不会迷路了？别他妈说这种晦气话！信不信我给你2巴掌？算了，先走吧。山魈王不一定会找我们，他崽子是谢慈安杀的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，但苏梦死了。我让你别他妈乌鸦嘴！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三少，我错了。走。这他妈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什么东西？孙少，好像是你的手机。是我爸，肯定是因为我好几天没回去，他意识到我出事了。这里有信号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拜托，拜托！喂，田丽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爸，你快来救我！
妈的！你给我趴下！啊！哦，孙少，这个树不高的，你可以爬上去的。谁说我要上树？你是不是想害我掉下来？我让你趴着你就趴着。我告诉你，爸可是首富，他可能有法子救我。你还想不想出去了？快点！那几块骨头白吃了，高一些。废物东西，想活命还不卖力，再高点！对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宝石，爸，我被困在安泰山了，下山的路被山里塌方堵死了。爸，你一听我说，这山里有吃人的怪物，我们有2个人都已经被吃掉了，我亲眼看着的，快来救我！你多派点人，多带点武器，那怪物很可怕。爸，我等你。我爸马上派直升机过来接我。柳原，你托我的福，马上就能出去了。你不感谢我？谢谢孙少，谢谢孙少，只要我能活着出去，怎么感谢你都行。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这里太空旷，山魈王来了都没地方跑。走，继续走。都听孙少的。等等，这个方向是发现秦轩尸体，也是你杀的第一只山魈的地方。是的，那个地方一定藏着山魈王的某种秘密。不管是第一只山魈，还是那只山魈王，他们似乎都不想马上知道。山魈用尽各种方法把我们引到那里，就算是秦轩，我们找到他时，他也是刚死掉的。还有苏梦，他在别的地方被杀，尸体又被扔回了那里。山魈想让我们在那里死掉，在特定的地方被杀和在其他地方被杀，尸体被带到那里有什么区别？我们别无选择了。谢思安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原来你们在这儿。谢三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，不也是还是在这里原地打转，没见你们逃出去。谢三，你现在肯定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不继续卑躬屈膝求你保命？因为你他妈就是个废物。我现在不需要你，我已经联系上我爸了，他马上就会派直升机来救你。我爸派来的可都是世界级特工，什么山魈王，我呸！再来100只山魈，都能给他打成肉泥。你说我还需要你吗？如果那些人来了，按照孙天丽的性格，我们最大的敌人就不是山魈了。我明白。叽里咕噜说啥呢？你现在最好马上跪下来求我，不然，你们猜猜我会不会带你们出去？先给你们一点希望，狠狠戏耍你们一番，最后报仇雪恨。你们2个别想活着走出哀泰山！站住！你们现在还没搞清楚是谁在主导全场是吧？
谢慈安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装什么？我这个人呢，还是顾及同学情谊的。你们说说好话，蹲在地上啃啃骨头，带你们出去也不是不可能嘛。孙天丽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，收起你的假惺惺。妈的，要不是怕谢慈安率先痛下杀手，我早就跟他们翻脸了。孙少没事，如果直升机真的来了，他们肯定会哭着求你的。现在他们只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那是当然。来了，救我们的人来了！看到了吧，我爸是首富，什么事情办不到？他说会派人来接我，就一定会派人来接我。你们就等死吧！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哎，我在这儿！妈的，根本看不到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了。孙少，这是之前准备的烟雾弹。圆圆，你太棒了！他出去了，咱俩就领证。只想活着，只想活着。我劝你不要把直升机引来，山魈王对噪音非常敏感。谢慈安啊，谢慈安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危言耸听，欠我马上就能获救，而你们只能被困死在这里，慌了？孙天丽，你仔细好好想清楚，慈安什么时候说过假话？你俩当我3岁小孩呢？那山魈王能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吗？他就是故意没出来而已，还能被直升机引来，白痴！直升机的噪音已经突破了山魈王的忍耐极限，他会发狂。够了，谢慈安，我说你够了！我马上就要出去了，我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难道你要我们所有人都被山魈吃掉吗？我只想活着，我有什么错？哎呀，看看看，这多好的一个女孩啊，被你谢慈安逼成什么样？我看你才是那个最大的祸害。你要是早点死，早就万事大吉了。谢慈安、赵文文，像你们这样心肠歹毒的人，只会死得比任何人都惨。本少不陪你们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来了就好，来了就是个死，你们全部死无全尸！直升机，直升机，直升机马上就来了！直升机呢？直升机摧毁了！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看到一个黑影跳到直升机上，然后直升机又坠毁了。怎么可能？是山魈王，山魈王连直升机都可以轻易的毁掉，我们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逃不掉了！谢慈安拿把刀都可以杀死山魈，那怪物再恐怖再厉害，那也是血肉之躯啊！逃不掉，这怎么可能？没信号，没信号！走，给我去有信号的地方！
没用的，山魈的声音就是从那边过来的，我们逃不掉。安哥，安哥，哎，这，妈的！走，继续走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必须要活下去。去哪儿？别管那么多，跟着我走就行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的佛呀！你疯了！不要看着这么瘆人！你他妈真有病是吧？走，继续走，往直升机坠毁的方向去，说不定还能找到点其他武器。干什么？赶紧起来啊！我走不动了，我不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已经都出不去了，我们死定了。我不走了，我要休息了。我他妈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让你别他妈说这种晦气话，你他妈是不是听不懂人话？你笑什么？笑我们啊！经历了一次次希望又绝望，我真的很累了，根本就逃不出去，还要奋力的去挣扎。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藏在暗处的山魈都在嘲笑我们吧？林月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。等咱俩出去以后，你就能跟我过上好日子了。难道你就想这样放弃？孙天丽，我想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想带我出去，带着我只不过是关键的时候把我推出去，当山魈的口粮罢了。你说什么？这样的话，你就多一次逃命的机会，所以你必须得带着我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苏沫也是这么死的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，敢这样跟我说话！你还笑？你还笑？孙天丽，你又在高贵些什么呢？在这里你什么都不是，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完全因为你不是人。刘渊，你疯了！孙天丽，最该死的人是你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我现在就弄死你！好啊，现在弄死我，我也算解脱了。我在下面等你啊！等我看到你的脸的时候，我一定笑得比现在更开心。疯子！疯子！疯子！你干什么？孙天丽，你完全没有把我当过人，我只是你们有钱人的玩物，可以随意丢弃的废物。凭什么？我问你凭什么？你别管了，你别管了。可我又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过更好的日子。我已经受够了那种吃饭都要精打细算，什么东西都买不起的穷日子了。可我也是个活生生的人，难道我就该把一切都给你吗？
你要了我的身体，还不跟你还想我的命吗？有缘，我是爱你的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。爱，我在这之前，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的，生怕做错了一点惹你不满意，你就一脚把我踹掉。你们这些人都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好一点呢？啊！你们明明什么都不缺了，为什么要这么坏呢？你一定是误会了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了。再杀了你，我这辈子也就不亏了。不！你们，尊少，我们奉您父亲之命前来救你。你们不是坠机了吗？竟然还活着！我们死了2个人，剩下的提前跳伞。好，太好了！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刘轩，你看透了吗？谁说我不能活着走出去的？你这个贱人，是你自己把活路给断绝了。孙少，我们奉您父亲之命，只管救您出去。但现在直升机坠毁，暂时也出不去，所以执行 B 计划，保证您安全的同时，我们可以为您做任何事。集合！是。好，谢思安，没想到吧？我孙天立命不该绝，你完蛋了！有吃的吗？有。你们看到山魈了吗？看到了，就是山魈跳起来落到直升机上，杀了飞行员，所以飞机才失控坠毁。那玩意儿可是山魈王，太恐怖了。一开始孙少在电话里说有怪物，我们还有些怀疑，现在亲眼所见，没想到这山里竟然有这种东西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十足的把握能解决这里的怪物，护送您安全离开这里。我们的装备足够，子弹都能解决几10头大象，1头速度快点的怪物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孙少，离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好，太好了！等我出去，我叫我爸再给你们每人多300万。谢谢孙少。孙少，您在哀叹山时间比较长，接下来这里就由您指挥吧。我们只会根据自身的经验为您提供一些建议。让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啊。是，包括杀人。当然。那好，你们把他带上，跟我走，去解决掉2个人，他们才是最该死的。哼，你这贱人还想杀我！我要让你好好看看我孙天立的手段，我要让他们也知道得罪我是什么下场。走。山魈和默默的尸体都不见了。山魈王把他们的尸体带走了，大概率是都吃掉了。都？山魈会吃同类吗？况且你之前不是说过，你第一次杀的那只山魈有可能是山魈王的幼崽。不能拿人性善的部分去考量山魈，他们是怪物，纯粹的嗜血怪物。他们的思维中只有捕食和生存，生存需要能量，能量不够时，吃掉同类也是可行的手段。真可怕，跟人一样可怕。可是什么？我还是没有想明白。这是苏梦和山魈的，不对，他们最后死的位置不在这儿。
而且这些血迹也不可能分布成一片圆形。是的。那这些血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从地下渗出来的。地下？原来是这样。怎么了？这里不止2只山魈。什么？那岂不是……也不用太紧张，除了被我杀死的那只，还有山魈王之外，其余的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幼崽。第一只已经偏向于成年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幼崽都在这地下？是的。埃坦山的食人山魈是变异物种，它们的繁殖、成长方式和其他生物都是不一样的。自然界的规律注定不可能让山魈快速成长起来。它们刚刚出生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，必须在地底，而且它们的食物不是母乳，是新鲜血液，人血最佳。我也明白了，怪不得山魈它不直接出现猎杀我们，而是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想在这里杀掉我们，用最新鲜的血液供给给山魈的幼崽。是的，这种事情我也没有见过，我是在研究食人山魈的时候从一本古籍上读到的，很多迹象符合书上的记载。同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像食人山魈这种异常强大的怪物，寿命也是极其长久，它们的基因序列中繁殖的欲望是特别低下的。换句话来说，食人山魈这种怪物，它们只在乎自己的强大，而繁殖是一件非常耗费能量的事。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山魈王肯定是受到了某种损伤，他本能的对以后的情况产生了焦虑，所以才开始繁殖。他想把自己强大的能量传递给后代，为了确保稳妥起见，他的后代肯定不止一只。所以山魈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。子安，你最后选择回来，这是正确的。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，没有那么强大，只是相对而言，整体实力肯定比那些没有成年的山魈要强。至少我们多了点希望，不是吗？站那儿，别动！哼，我不是叫你别动吗？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！哼，没想到吧？我爸派来的直升机虽然坠毁，但我这些全副武装的忠犬可都还在。谢子安、赵文文，你们的死期就快来了。孙天烈，你别冲动，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哼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杀几个人算得了什么？我说过，你敢羞辱我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赵文文，之前你说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看你是在说你自己吧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你现在就算跪下来求我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先前我只不过是想拖延点时间罢了。还有那个狗屁山魈王，你出来啊！本少现在不怕你了，来吃我啊！本少让你吃子弹，你出来啊！哈哈哈！怂货，连畜生都知道审时度势，你们连畜生都不如。柳岩，你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？孙少，这个事应该尽快解决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有什么办法能把山魈直接引出来？有啊，山魈喜欢血，血越多它就越兴奋，就跟赌徒间的牌桌一样，只要血足够多，山魈就会出来，山魈绝对忍不住会出现。孙天烈，你要杀我一个人好了，你放过子安。哎呦，还真是深情啊，看得我好感动呀！我可不忍心拆散你们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送你们去下面团聚吧。哎，不急，就这样杀了他们，简直是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把他们留下来，慢慢玩。孙少，
我们行事应该谨慎一点，免得另生事端。你在教我做事？不敢。你不是说过吗？一切由我指挥，我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是。可是，那怎么用血把山魈引过来？这不是还有一个人吗？柳原，你想杀我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本来你是能活下来的，非要作死。孙天丽，你不能好死！妈的，临死还嘴硬！谢慈安，我现在不杀你，咱们慢慢来，先把你这把长刀给我扔出来。他妈的，快点的！老子的子弹可不长眼。哎，对，听我指挥，慢慢来，扔到一边，扔远一点。你们可别小瞧那把刀，这乡巴佬就是靠了那把刀才杀了第一只山魈，那刀可是个宝物啊，带回去做个收藏也不错。把双手举起来，跪下！谢慈安，你不愿意跪，那我就打死赵文文。他可是为了你，都不惜用自己的命保你，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美人儿香消玉殒啊！谢慈安，你再厉害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也只能乖乖听话。后面交给你们，我必须盯着他。怕什么？一头畜生而已，能扛住几发子弹？哼，这畜生不笨吗？知道不是我们的对手，就在里面虚张声势。我们主动出击，留下一个人和孙少待在一起。不全部带去吗？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保证孙少您的安全，留下一个人保险一点。毕竟孙少没用过枪，免得出岔子。确实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好，记得把山魈头割下来，我要带回去给我爸，让他也长点见识。明白。谢慈安，你看到了吧？山魈在我这里简直不值一提，你的实力现在一文不值。你再厉害，能干得过热武器吗？啊，腿怎么直了？别想蒙混过关啊！快点，继续跪！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他们完了。山魈已经成肉饼了。听到这怪物的惨叫了吗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孙少，这好像是人的惨叫声。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山魈的。你们头头不是很厉害吗？不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吗？应该能解决山魈的吧？我也不太清楚后面的情况。肯定没事，肯定没事。怎么了这是？那怪物子弹打不穿，人被碰一下就碎了。快跑，快跑啊！什么？开火！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父亲的刀。跑！呀！怪不得你要诞下子嗣，原来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是受伤的状态。看来你也并非是刀枪不入。
子弹还是能杀了你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山魈往手上，用那把刀一定能杀死山魈。好了，我也能杀死山魈。我竟然拿不动他！饶命！我错了。没想到你在最后时刻帮了10几年后的我。爸妈，儿子今天终于给你们报仇了。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微信电话，用这个可以联系到外面的救援队。那这下面的山魈幼崽不管了吗？他们的成长周期很长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们能力有限，出去之后通知相关部门，让他们来处理吧。